先生，基金過往嘅表現唔等於將來都有同等嘅表現。係咩？咁係咪即係佢變心啊？佢將來唔同咗，佢欺騙我感情啊，換到我啊！我最中意呢一句，先生，基金嘅價格係可升可跌嘅。唔係啩？我想買啲嘢係唔升唔跌嘅喎。你真係一個白痴，我自己知嘅，所以我連基金我都唔夠膽買，我要去幫襯嗰啲叫做乜嘢私人投資顧問。而當你揾一個私人投資顧問，佢會為你度身訂造，淨係適合你嘅投資嘅策略。由於佢要度身訂造，佢要問你一啲好私人嘅問題。我入去佢就同我講啦：阿黃生，你有咩目標啊？下次世界盃睇現場咯。唔係㗎，黃生，意思係你有咩長遠嘅目標？喂，下次世界盃好長遠㗎咯喎。係啊，黃生，即係你人生有咩目標？世界和平。唔係，呢個係新年願望，對唔住。唔係喎，諗下，人生有咩目標？呢個係一個哲學嘅問題嚟喎。因為你首先需要知道人生有咩目標咧，你即係首先你需要知道嘅就係人生有咩意義啊？喂，如果我知道人生有乜意義，可能我係唔需要入嚟投資嘅喎。你冇聽過耶穌基督要揾投資顧問㗎？咁一來耶穌基督係使好少錢啦，係嘛？佢即係請3-5千人食飯都係5餅2魚。釋迦牟尼仲慳皮啊！5餅得啦，2魚慳翻啦，貧真係食齋嘅。喂，咁但係我都凡人嚟嘅啫喎，我點知人生有咩意義啊？喂，我就係不停咁提醒自己，仲係過往數年你唔好成日問埋晒人生有乜意義呢啲嘢啦。總之做人嘅嘢，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但求有餐安樂茶飯食就算啦。我而家就係入嚟問你點樣食安樂茶飯，你又調翻轉頭問我人生有乜意義？你而家無端端搞到我好空虛喎！你有邊隻基金可以補到我嘅空虛？即係有邊隻基金可以1個禮拜升1倍？你冇咁你唔好嘈我。我要寫新詩啊！我好空虛 ，OK？ 冇嘈，冇嘈。行3點鐘的中環，你有沒有聽說過？最愛的人不會是伴侶。最喜愛做的事不會是職業，那麼最精彩的人生就不會是這一世。黃生你冷靜啲，冷靜啲，黃生。不如我哋由另一個角度講下呢個投資嘅嘢啫。其實投資無非就係風險嘅管理，即係。咁黃生，你認為你閣下你能夠承受幾多風險啊？你問呢個問題咩意思啊？你覺得我承受唔起風險啊？你覺得我係懦夫啊？我老豆係咁睇我，你又係咁睇我？我承受唔起風險，我可以成副身家去澳門游水翻嚟香港啊！我承受唔起風險啊！唔係黃生，你冷靜啲。其實我哋咧，只不過一般我哋投資界咧係認為一個人即係如果年輕咧就可以承受高啲嘅風險。咁我知啊，我呢啲安樂死嘅，我哋承受唔起風險啊嘛。我得翻最後一注嘅啫嘛，我衰埋呢一注咧，我乜都冇噶啦嘛。即係以你啲投資界嚟講，一個人如果到咗60歲，認為佢前半生所有嘢做錯晒，佢係唔應該由頭再嚟嘅。因為由頭再嚟個風險係好高噶嘛，
佢應該無風無浪咁乖乖地咁樣等死，因為等死嘅風險係好低噶嘛。因為等死你實等到㗎。